哇！我仆心仆命喺呢個台做咗12年，你突然間同我講一句，我就冇咗1/3人工喎，我點養家？我啱啱做咗2個細路嘅老豆，真係人生低點到極點。突然間轉咗做演員喎，即係完全冇預計之內，供一份做唔做啊？我就知我要養家嘅啫。即係嗰陣時2口子加埋3萬蚊到咯，屋企人都話：哇！你咁委身嘅，即係你作為一個藝人肯去揸網約車，我冇嘢嘅，都係打工啫嚇。最低潮啊，唔係半年淨冇收入噶嘛。後尾投資失利啦，我從來唔賭錢嘅，你估聽日玩咗最大嘅賭錢啦。咁即係跟住就遇上有疫情啊，係咪好難啊？呢幾年即係已經，因為呢2-3年係收入低到好低啊嘛。《愛回家》入面飾演 Andy 嘅崔錦棠，自細喜歡運動，特別係跑步。但當年家境好困難，佢着緊對白飯魚爛晒都冇錢買，最後喺垃圾房執到一對人哋棄置嘅跑鞋，崔錦棠執咗嚟着，參加運動會仲攞到好成績添。我哋係典型嗰啲獅子山下嗰啲香港家庭咯，即係70年代，爸爸媽媽都出去做嘢，因為我5兄弟姊妹，我爸爸係好辛苦，即係養5個細路，我哋又大食喎，咁所以係冇乜人去特別照顧我哋好多嘅嘢啦。我哋細嗰陣時係試過係要包伙食啊，你可能唔知嘅呢個年代，有人踩個單車，一塊布包住好多碟，一個碟裝住碟餸，有個鐵蓋吸住，咁一凍起晒，跟住另外有煲飯咁送嚟，連埋碗筷送俾你，食完咧擺翻喺門口，嗰啲人就會嚟收噶啦，因為冇即係爸爸媽媽都要打工啊嘛，咁嗰啲飯好難食啊。我哋童年都係咁樣過，咁同埋我去咗荃灣田徑會，有一個好多有師兄咧，我練跑咧跑好多個800米，我係着白飯魚噶。嗰陣時我哋去體育堂全部都有白鞋噶嘛，咁跟住個師兄話：哇，你咁跑法傷喎，燉壞腦喎咁。我話冇喎，冇計喎。咁跑鞋有咩叫跑鞋啊？我哋呢啲咪跑鞋咯，邊有錢買啊？白鞋都我踢波踢到穿晒底，阿媽都話唔再買啦已經。即係我又成日喺學校踢波啦，一年踢穿咗幾對鞋噶嘛。阿媽有一年淨係冇錢買白鞋啦，攞咗阿爸嗰對白鞋俾我着咯，大咗2個碼。咁着咗嗰對鞋之後，慢慢隻腳大咗好多啊。咁嗰次個師兄就話：我對跑鞋咧就光晒頭噶啦，我準備抌噶啦。不過我諗你着呢對都好過着白飯魚咯，你要唔要啊？咁我話梗係好啦，但係其實係細咗1個碼，咁我都要咗先。咁要咗之後咧，咁啱咧呢頭要咗師兄嗰對鞋，咁我就有個跑步 partner，咁我講中學我個好兄弟，咁佢都冇跑鞋噶嘛，咁師兄俾咗我，其實嗰對係啱佢着噶。咁啱我放學翻屋企，垃圾房又抌咗一對喎。有人抌一對又係光晒頭嘅跑鞋喎，咁我執咗嗰對啱我着嘅，我話將師兄俾我嗰對俾咗我個兄弟，即係我哋嗰陣時啲香港人就係咁噶啦，咁就我兩個已經好開心，着對光頭跑鞋，咁我哋2個一齊喺學界，跟住你嘅叫教區運動會，因為讀天主教校啊嘛，禮敬天主教，咁分2組嘅簽唔係，咁我同我個兄弟一人一組鬥贏得多咯，咁我哋2個就成為咗個教區運動會嘅冠亞軍咯。畢咗業，我讀完中學之後去咗工業學院讀西廚。點解讀西廚咧？因為唔使温書，咁我要專心練習，就用好多時間去練跑，所以嗰1年就做咗青年組冠軍，咁亦都係香港今日你嘅省工學生組多攞咗個第3。咁我就畢咗業初期我都唔去揾廚房工作，我哋係讀完之後咧可以去酒店啊或者大嘅餐廳度做初級廚師啦，或者廚房學徒啦。咁我大部分同學就考得叻嗰啲咧，一放完暑假就揾工咧，多數都揾唔到初級廚師，因為我哋讀黃克競工學院咧，我哋喺學校實習。咁另外九龍灣嗰間咩職業訓練局咧，就喺酒店實習，所以嗰啲人全部揾晒啲好啲嘅初級廚師個位。咁我咧反而我因為去到1月啦，我玩即係練多幾個月先啦，跑完個比賽先至去揾工啦。咁我就反而我讀書成績慢慢我做到初級廚師啦。嗰陣時咧，我婆咧覺得哇好好啦，你做咗酒店廚喺2隊5星級酒店做初級廚師喎。咁覺得好有前途啦，覺得我。但係咧好悶啊，好悶，真係好悶做廚房。因為我哋讀嘅時候日日都煮唔同嘅嘢，但係到我哋做嘢嘅時候，日日都做一模一樣嘅嘢。我頭2星期喺 coffee shop 嘅廚房做咧，我嘅生活就係日日都係執公司三文治同埋 Caesar 沙律，10個鐘，仲要落場喎，即係7點鐘翻到2點鐘。跟住又2點6點落場，跟住6點鐘再翻到10點鐘，朝頭早7點到夜晚10點先收工。我喺祖堯村去到中環，咁翻到屋企已經12點幾，第二朝有5點幾起身翻工，根本就冇得練習。咁我試過狂到咧落場嘅時候練游水咯，
哇！游完水翻到去公司真係好辛苦，好辛苦。咁嗰一刻我會覺得，因為我第一個月咧就係、如果唔做咧，一日通知就得㗎啦。去到第廿幾日嘅時候，我同自己講再做到第二個月就要，如果辭工要1個月通知㗎咯。嗰陣時已經係啱啱就收到信話就係嗰一刻先至話有封信話，如果入咗即係1年我哋下3個月後就係嗰個選拔賽啦。如果你攞到冠軍，就有得代表香港啦。即係嗰陣時，而家講話1年後嘛，而家嗰時有封信俾埋比賽日期啦。咁我就用呢封信同我爸爸講，我唔做啦，我要爭取代表香港，用呢個做藉口咯。其實好大件事啊！對屋企，因為我哋屋企都即係我哋一出嚟畢業咧，係要攞一半人工翻屋企嘅。咁如果我唔做廚房，我去轉第二份工咧，收入少咗，屋企都會少咗錢。咁好彩我爸爸係一個都好中意睇體育嘅人嚇，佢係一個典型嘅勇男躉啊、巴西躉球迷。咁所以我做運動佢都好開心嘅。雖然都係一個負擔，咁佢都話好啦，咁我就辭咗工，咁就所以又冇做到廚房呢樣嘢啦。咁但係咧好得意喎，既然做咗份咁沉悶嘅工，決定唔做，就不如揾份好花呢碌嘅工啦，即係想睇下呢個世界，即係睇下自己覺得新奇嘅世界，我就決定揾啲電影公司啊，或者場面嗰啲娛樂圈嘅公司啦。咁我嗰陣時冇諗過做藝員嘅，自知其貌不揚，即係我由細到大都同靚仔呢個字冇掛鈎過嘅，淨係啲同學認我樣衰嘅啫。咁其實想去做幕後，咁我就打開本電，依然有電話簿，打開本電話簿所逐間唱片公司同電影公司打去咯，問你請唔請 boy 咯。咁其實華納請咗我，電影公司又請咗我，咁我就喺兩者之間揀。其實華納比人工高啲添，但係我問嗰個經理，我話：如果我第時可唔可以有機會做多啲唔係就係做幫做其他嘢？咁佢就好直接咁我講：冇㗎，你睇你自己進修到咪有咯。我哋唔會特別有啲咩㗎。咁但係電影公司嗰個經理同我講話：你如果做得好嘅，咪試下轉做場記啊，做幕後咯。咁因為佢呢樣嘢咁講，我就有份2800嘅唔做，做份2300嘅咯。但係我廚房係3300喎。咁就喺電影公司做啊，一做落嚟就好開心啊，因為日日見住阿發哥，又見到好靚嘅王祖賢，又見到好靚嘅李嘉欣，又見到好多傳奇嘅人物喺我身邊。即係啱啱我喺電影公司做咗2年到啦，嗰2年就係好多事發生嘅2年啊，就係有吳宇森拍緊《喋血雙雄》，阿發哥係所以經常喺公司出現，因為拍完翻嚟佢哋好緊張睇片。嗰陣時嗰套戲係大家好眾志成城啊，係我見過最有團隊氣氛嘅一套電影喺我當其時嗰2年入邊。咁入邊嘅人有梁家輝啦，咁所以都好開心。李之雄啦喺度啦，老闆徐克就坐正我對面嘅，佢個房落地玻璃，佢坐出嚟同人傾偈就喺我面前嘅啦。佢喺入邊個房，如果出嚟見到同埋張國榮傾偈啦，同阿詹叔傾偈都喺我面前嘅。咁所以好開心，好神奇嘅。咁遇見嘅人咧，包括Roger Lee 啦，即係桃姐入邊嗰劉德華嗰個角色。佢就喺嗰度，就係啱啱佢哋嗰年就嚟咗電影公司做嘢，真係劉德華個造型咁樣翻工，所以一睇我啦，哇，一模一樣啊！即係孭住嗰背囊，著住嗰件飛機恤，咁又見到梁朝偉啦嚇，咁李嘉上嚟試鏡啦，啱啱選完港姐，即係啱啱選完港姐，第2個禮拜上嚟試鏡啦，即係驚為天人啦。咁同埋狀態最好嘅王祖賢、林青霞都喺我面前出現過啊！梁家輝佢嗰陣時因為公司嘅受薪演員，佢成日都喺公司嘅，所以成日一電話響 Tony 聽電話咧，我哋會一齊彈起身，佢又叫 Tony，我又叫 Tony，咁都幾有趣嚇。咁同埋最印象深刻咪就係阿詹叔咯，因為我一收到信代表香港就攞住封信翻到公司，即係我收到封信未拆，翻到公司一拆，咁啲同事喺度寒暄，哇，Tony好勁喎，代表香港喎。跟住個經理就走去同老闆娘劉思南生講，哇，Tony好叻仔啊，代表香港啊。咁啊 Lanson 就即係話送4日 pay leave 俾我去比賽，咁啊掹我入去。嗰陣時阿老闆徐克同阿詹叔喺度傾緊偈啊嘛，就掹我入去話佢聽，哇，Tony好叻仔啊，代表香港啊。咁佢哋第一手知道我代表香港啦，俾屋企人更加做。咁做落去好想做，但係咧。就發覺如果做幕後咧，係日日顛倒，同埋我都好中意嗰份工。我真係好多時放工唔走，幫我哋做額外嘅嘢。咁你嗰陣時練習開始有啲丟低咗少少。咁但係我入咗去嘅時候，我3個月嗰個即係辭咗工，我一代表香港啊嘛。
我真係攞到個資格代表香港嘛。咁我代表完之後，3個月之後代表完之後，我就開始丟低咗我嘅練習。我覺得唔得啦，我跟唔翻個香港青年軍，因為嗰個就最後一次青年組啦，再上公開組，我覺得我跟唔到上去啦。咁我都仲好難捨難離嘅。咁但係到嗰陣時我喺始創行啊嘛，始創行就舊期要拆啦，即係而家始創中心未起之前。咁我哋公司係未有動向，其他電影公司，其他電影公司咧，萬能啊，即係李修賢嗰間啊，其他全部電影公司都搬走晒，剩翻我哋電影公司一間係未有動向。明明話4月要搬走晒，我哋6月都未喐嘅。咁嗰陣時我開始諗前路咯，因為都好似唔知點咁啦。咁但係又好想跑得好，咁就決定2揀1咯嚇。咁我就決定揾份。又調翻轉啦，揾份最他條嘅工，要比以前更加他條啦。咁我阿哥嗰陣時航空公司做嘅，佢話你嚟做 boy 啦，我哋啲 boy 都幾他條㗎。做嘢咧，我哋啲 boy 出晒名啦。做完嘢就自己閃㗎啦。咁淨係臨收工翻去交人嘅。咁我就揾咗電影揾咗航空公司去做 boy 啦。咁工作上面原地踏步啦，咁去咗航空公司又請咗我啦，就咁啱喎！我一路都想轉做長機，又冇人揾我做啊嘛。咁啱我啱啱真係日頭見完工請咗我，下晝就收到電話 ，Tony， 中環四海 PA 做唔做啊？哇！我最中意導演吳宇森，最中意演員張國榮、周潤發嗰套戲喎，我真係猶豫咗成個夜晚，猶豫咗好耐，即係好吸引。即係一路望嘅嘢一次過喺晒一齊嚟，但係我又決定做運動員咯。咁我就喺度掙扎咯，因為揀得呢條路就放棄做運動員，揀得呢條路就放棄咗電影工作。諗咗半日都覺得算啦，都係做運動員啦。即係都既然神安排我去見咗工先啦。崔錦棠曾經係香港3項鐵人嘅代表，一個偶然嘅機會令佢成為體育記者，但當年入職要求係要大學畢業或者同等學歷。於是中五畢業嘅崔錦棠邊做邊讀，用咗10年嘅時間完成到文憑課程。啱啱有線電視嚟採訪我哋嘅比賽，咁就好多時都唔係我嘅，即係都好睇戲一樣嘅，即係隔離嗰個想做就係去咗我嗰度啊。當日玩鐵人賽係咁佢嚟採訪我哋，咁我個助手咧邊個助手咧？因為我嗰時喺鐵人會做發展主任，咁我邊個助手咧撩個女仔，因為佢都係讀完書翻嚟玩下先做鐵人會啫。佢話我想轉工，我話你哋請唔請記者啊？咁請啊，咁即係嗰時有先係請記者。咁我哋見，我係老細一俾一齊去見啦。咁結果呢一齊去見就請咗我，冇請佢。咁我就嗰陣時係趙影春先生，佢覺得我適合，我都唔知㗎。我淨係想轉環境，因為都諗住想有新發展啦。咁佢覺得我適合做體育記者咯，因為佢覺得我運動員有背景係會好有優勢。果然我之後做體育記者、體育主持咧，俾我出去採訪啊，啲訪問嘅人都係自己啲 friend 啊，即係宿舍見慣嗰啲人啊，所以我就唔需要好難咁樣去自我介紹啊，可唔可以你做訪問啊？點啊？即係我見到阿寶就黃金寶，阿寶過嚟啊，傾下偈啊，咁即係原來阿趙生係科師到呢樣嘢，我自己都唔知。咁但係嗰陣時我冇學歷㗎。我係中五畢業，會考得3分嘅。咁但係嗰陣時我因為喺總會做咧，咁就規定我哋要讀翻個space 嘅，即係港大嘅夜間課程去讀翻一個 diploma。咁我就讀緊咯。咁阿趙生話咧，一定要完成啊！我呢個我當你讀緊同上面交差嘅。咁佢因為佢請記者一定要大學畢業，體育記者勉強可以師範畢業。咁我成日用呢個同上面交代啦。咁果然就請咗我。咁我結果個 diploma 用咗10年先完成到，因為我之前有代表香港去比賽，我啱啱做記者嘅時候都仲係香港隊，咁又肥佬又補考都唔掂嘅，再 retake，咁用咗好長時間先完成到個 diploma，因為始終我讀書係比較弱嚇，咁我而家大個人認識咗之後，我發覺我啲 symptom 我都係有啲亞氏保加咁樣，所以係 concentrate 唔到啊做嘢嚇，咁係一啲靜態嘢我真係唔得嚇。咁所以係咯，咁但係做到體育記者都好幸運啊！同埋我試過啱啱出去採訪咧，做過一啲採訪嘅手法做得好好咧。阿首長我哋叫阿趙生係會試過嗰陣時仲內聯網讚我做得好嗰份稿，跟住啲同事首長讚你，內聯網讚你冇試過喎咁啊！但係其實嗰都係因為個攝影師做得好啊。嗰個訪問係真係幾經典嘅，訪問黃金寶。
黃金寶最出名係咩咧？毅力係好到點咧？就係上大帽山嘛，上10轉啊嘛，好多人都頂唔順，好多單車都頂唔順。咁個 cameraman 話佢最出名係上大帽山，我哋就拍佢上大帽山，夾住支咪，佢一路搖一路上一路訪問。咁阿寶嘅答案就係啊，我哋阿沈教練要我哋咁樣出嚟嘅效果係好好。咁阿首長就係讚我哋呢個訪問嚇，所以我都有啲暈嘅，其實唔係我叻，係有攝影師諗出嚟嘅。所以我都有同首長講係攝影師諗出嚟嘅，咁話我哋做得好咯。崔錦棠喺事業上經歷過2次由天堂跌落地獄嘅經歷，2次都係因為電視台嘅政策變改，令佢嘅收入同職位出現重大嘅改變。好彩 TVB 嗰次，佢遇到當時嘅戲劇總監曾麗珍，令佢可以由體育主持轉型做演員。但2019年嘅疫情令崔錦棠手停口停，一度要賣口罩賺錢養家。02年世界盃之後咧，裁員啦開始，所有合約佢都要走啦，體育新聞都唔做啦。咁我之後就由大佬變咗僆啦，咁就個發展好唔如意啦。因為可能啦，我覺得啦，即係我哋個組係獨立喺呢個台入邊，我係獨立嘅，我組又做得好好，又攞 A。咁跟住佢做人條僆，你都知咩結果啦。咁咯嚇，咁跟住越做越意興闌珊啦嚇，因為 cut， 因為即係個經，因為有第二個台開咗打得我哋好勁咧，足球直播。咁原本我係因為我一路做體育編輯，個人工我上都唔係加得好多，但係另外俾幫我講嘛，另外一份收入啊嘛。咁但係去到某年某月，老實講，你以後冇得講波啦。我撲心撲命喺呢個台做咗12年，淨係體育台都，我總係有算19年啊，爭3個月。你突然間同我講一句，我就冇咗1/3人工喎，我點養家？我啱啱做咗2個細路嘅老豆。佢嗰陣時人生最低點，2013年嘅6月聽到老細講呢句説話，真係人生低點到極點，都唔知點養家。咁跟住有因緣際會。無線頂咗幾個月之後，無線電視嗰陣時嘅網絡電視啦，即係而家係 MyTV Super 啦，就決定開體育台，咁就佢哋揾咗我過去嚇，咁就即係都係好咁樣，都係神嘅安排啦。咁我諗唔到有人生最低點去到，好似人生最高點喎，過到去無線體育組做總編輯，無線咁大個體育組，我係一人之下咁。當然，其實永遠都係啦。你坐咁高，你都係後尾，你都係你一路坐住有啫。咁我玩咗1年啊個體育台，跟住公司覺得架構重疊啊，咁就將2個體育組，我體育台又同體育組分開嘅，咁跟住又合翻埋一齊啦。咁我就 under 翻體育組啊，好慘啊！第2人生低點低到好低，2個仔仲好細，即係你諗下一年即係51個禮拜，其實加埋之前嗰半年，嗰年半入邊，你諗下由體育組俾人 cut 咗1/3人工，生不如死，跟住好似威咁去咗無線做咗總編輯。我冇咁威，即係佢好好咁，即係好好嘅機會。咁我亦都係盡心盡力做嘢。但係51個禮拜8號風球嗰日話俾你聽，我哋接埋啦。咁我真係好彷徨啊！好彩珍姐收留我做演員，所以我過嘅時候冇講過做演員，我雕係完全冇做演員，都係做緊總編輯同埋講波。咁喺嗰一刻，其實我過嘅時候啲觀眾喺我 Facebook 留言話：你過去做藝員啦，萬能中第2啊！咁我話唔係咧，所以我嗰陣時我喺有線講波嘅時候，我冇開個 Facebook 專頁㗎。我覺得我係一個普通人，我唔係藝人，所以我冇開 fan page，我淨係得我 personal account 嘅。直至我過去做最後尾做咗演員，我先開個 fan page。嗰一刻係突然間轉咗個演員咯，即係完全冇預計之內。咁其實都係冇啊，打腫塊面上啊，供一份做唔做啊？我就知道要養家嘅啫，我邊有把握做藝員啫？我又未試過係靚仔，我又即係未做過相關演藝工作。大家真正話你做得主持好淡定嘅，講對白都清清楚楚嘅，放膽去啦咁就係咯，但係即係佢見阿珍姐嗰陣時都係有啲戰戰兢兢，因為有啲識嘅啱就話嗱，你入去睇就冇咩幫到你啊。珍姐好講眼緣㗎，佢覺得你得就得，覺得你唔得你去再嗌多次都冇啦呢次。咁咧阿珍姐覺得我務實，咁啊 OK 啦，做啦啊，你養我2個細路啊，好好地做啦咁啊。即係嗰陣時2口子加埋3萬蚊到咯，如果唔計個多咗份，咁點4人家庭點
嚇，嗰陣時都已經喺2012啦嚇。最難係啱啱供樓開始，啱啱開始供樓啊！嗰陣時供樓好平啊，嗰陣供樓7000蚊啫。但係如果得3萬蚊，供7000蚊都好大鑊㗎。咁咁跟住之後又因為有要轉職做藝員咧，又停咗半年。咁佢有半年係真空期，咁都用咗一啲積蓄咯。咁係因為某啲原因啊，覺得原本係將自己層樓租俾人，就租翻出荃灣，因為湊住2個細路又揾唔到校出。咁總之我就計算錯誤啦。我想轉樓，我嗰陣時唔係炒樓，我唔識。我賣咗自己層樓，諗住買翻我媽媽隔離，但係嗰陣時唔識得，求其買間到，我係等緊個樓盤咯。等咗半年都冇。跟住都冇樓盤，冇人放盤，跟住一路升到我追唔翻，咁到而家我都係冇樓。嗰而我賺咗少少差價，一早已經係交晒租啊。咁啱有個朋友，佢又想幫另一個朋友，因為佢做嗰啲網約平台，如果有咩介紹費，你揸幾成，佢都會有介紹費，你當幫下佢啦，咁樣幫人啦，好冇？咁我覺得好啦，咁我揸幾成啫，佢嗰日收到4個位嘅介紹費，我咪去做咯。咁做樓都唔係太過難為自己啫。我都中意揸車嘅，反正又啱買咗架車啊嘛嗰時，即係就係做錯決定啱買架車。咁嗰一刻屋企人都話：哇！你咁委身嘅，即係你作為一個藝人肯去揸網約車，我冇嘢嘅，都係打工啫嚇。咁但係嗰啲平台，我自己經歷就係覺得頭幾個月就都 OK 啦，跟住之後都唔好揾嘅。咁當你收咗2張告票之後，你發覺原來個收入都唔係咁可觀，咁就算啦。咁都係繼續做翻藝員嘅啦。我過冷河轉做藝員，我半年嘅淨冇收入啊嘛，零收入。嗰日最低潮嗰陣時，即係睇到條數，雖然個戶口有積蓄啫，但係資料喺度燒緊錢㗎嘛。同埋後尾投資失利啦，即係我後尾又去咗做一個網台做財經客席主持啦，咁就。我從來唔買股票啊！做咗主持之後就開始買賣，咁就開頭係幾順利。其實我都發覺，我都冇再買股票，但我發覺其實股票係個市玩人，唔係人玩事嘅。即係我啱啱好順利咁半年內賺好多錢，因為個市好好啊嘛。跟住到金正恩同特朗普喺度過招嘅時候，又話禁制啲掉炸彈，又成嗰啲嗰棟市動盪就輸突啦，咁唔敢再玩啦，都輸咗一啲錢。咁我真係唔係貪，但係想即係用盡一切方法去維持屋企嘅收入，所以好後悔嘅。咁我從來唔賭錢嘅，即係玩咗最大嘅賭錢啦。咁等於賭錢啦，其實喺我而家覺得係。咁都幾後悔嘅。但係就好彩，即係及時止啦。但係喺嗰段日子咪停滯咗咯，個經濟又停滯咗一啲咯。咁即係跟住就遇上有疫情啦，係咪？咁係好難啊！呢幾年即係已經，因為呢2-3年係收入低到好低啊嘛。咁將所有嘅積蓄使晒啦，屋企已經係。有冇即係可能困難到要借錢啊？冇啊，冇。我未試過。疫情嗰陣時，我冇同人借，我淨同朋友即係我哋停晒廠啊嘛。我淨同朋友講有冇嘢俾我做，乜都做。咁我有朋友好，佢賣口罩，其實佢幾間鋪唔需要，得你落嚟幫我手賣口罩啊。即係佢咪有每日出800蚊人工俾我咯嚇。其實我係多餘企落嚟，即係。一間口罩鋪已經有2個喺度企，或者一間細鋪1個，大鋪2個，你企埋落去。但係佢話：誒，你落去啦咁樣，嗰度都幫我頂咗幾個月㗎嚇。有冇好尷尬？即係可能嗰刻嘅有咩唔習？有啊，同埋睇到人情冷暖咯，即係好 friend 嘅都，即係我留咗俾3個老細級嘅朋友，得1個人回應我啫嘛，係已讀不回。你唔得到我講聲係嘛？但係佢繼續佢話自己好乜啦咁啊，即係好風光咁幾 hurt 嘅嗰種。嗰 hurt 唔係借唔到錢嘛，即係你幫唔到我，係你咁樣對你個好朋友嚇。睇低呢樣嘢，因為係最痛苦嘅日子啊！即係因為我又已經去好多地方圍封啦嘛，咁我又要即係少都要翻工，咁好多時我就會去咗
我阿媽媽嗰邊啦，如果冇人我就去媽媽度住啦。即係如果佢哋翻即係去玩嘅時候啊，或者我會喺公司個藝員休息室度瞓覺啊，都少啲翻屋企，因為佢哋全部喺屋企，咁我唔想傳染到俾佢哋。咁我就係可能喺一間對住四埲牆，拎住個兩餸飯。嗰陣時冇堂食噶嘛，一定要拿住個兩餸飯。有時喺公園食，即係同流浪漢冇乜分別啊！嗰啲人即係感覺係好凄涼、好孤單、好可憐啊！覺得香港人好可憐啊，連食飯都冇得食，唔係冇錢到咁啊！即係但係連食飯地方都冇。同埋試過一次咧，我咁啱去做物理治療啦，即係我哋有時啲傷患。咁我做完物理治療做遲咗喎，6:2喎，冇堂食。咁我喺北角街頭買咗個兩餸飯，我發覺冇地方，嗰度冇公園喎，個區嗰幾條街都冇公園喎。嗱，我唔餓得，我餓咧，我邊度唔想，我唔想行幾條街到北角碼頭。但係我喺馬寶道望下又冇公園，連路駁都冇嗰條街，拎住飯喺屋企條街中間，我點食咧？嗰刻我真係我都無語問蒼天，跟住爬咗兩啖就搭地鐵，即係個感覺係好差好差。咁我唔想再面對翻呢啲日子，所以而家我盡量都唔食兩餸飯。我唔係睇低兩，即係有啲兩餸飯又好抵食，好好食添。但係因為嗰個飯盒令我記得最凄涼嘅日子嚇，咁所以我唔呢個對我嚟講係一條刺嚟咯嚇。嗰刻冇喊，但我記得我拍過一場戲咧，後尾愛回家開心速遞一場戲咧，講專登公司拍啲宣傳片，講下大細去拍啲宣傳片，話啲員工好辛苦啊，好委身啊，點樣去做嘢啊？我係嗰幕office 有滴水，我而喺度食呢個電影灰喺度食，嗰刻我真係喊，即係拎住個飯盒好有嗰個感覺，真係好凄涼。我專登 cap 咗幾幅相。我第時俾阿仔睇，其實爸爸真係經歷過呢日子。雖然嗰一幕係戲，但係其實我係經歷過呢啲咁嘅日子，係好凄涼。我真係好想喊嘅，真係好想攬住阿仔喊。崔錦棠初初開始演戲嗰陣，試過零收入，加上投資失利，仔細老婆亂，仲要交租。佢好記得有次拍劇，要上天台，仲要企出欄杆外演成個鐘頭戲。本身有畏高嘅佢，當時真係成個震晒。但為咗生活，佢一定要頂硬上。但係唔知點解去到40歲度開始發覺自己畏高。第一次發覺自己係咪畏高咧，就係去韓國玩跳樓機，上緊嘅時候突然間問自己我會唔會驚？從來都唔驚嘅，然去玩加拿大玩過山車最驚嗰啲玩。但係嗰日突然間問咗呢句之後咧，就識驚咯。嗰個跳樓機落嚟嗰刻，我已經開始驚，但係都係第一次感覺驚，都過渡到。但係之後開始慢慢玩海盜船都驚啊，迪士尼過山車都驚啊，咁就發覺原來知驚就越嚟驚咯。咁我同阿仔去海洋公園都唔搭纜車，我搭海洋列車就有纜車。咁但係要拍嗰套劇嘅時候，企喺12樓天台，仲要係山上面12樓天台，好驚到真係震，即係不停震睇到啊！蕭正楠睇到我震晒咁，震咗個幾鐘嚇，即係導演係好善意，俾一個我試，即係佢唔係要我真係跳出去，要我踏到啲失平衡咁，係威亞掹住我。但我又唔知道原來威亞掹到盡頭係人手掹住嘅原來，但係啲前輩講係仲安全過綁一啲嘢度，咁我唔知啦。總之就係我4個人掹住條威亞，咁總之我好驚，因為我又冇乜特別心理準備，嗰場戲冇溝通得好清楚之前，即係唔知道原來即係要我失埋平衡，以為企喺側邊啫嘛，個劇本我企喺側邊啊嘛。冇跌落去咁嘛，但係原來導演想我失平衡嗰下，又威也錯住我咁樣嘛，即係蕭正楠拉嗰下我半跌咁，我冇咁嘅心理準備，咁又要咁樣好驚，同埋因為嗰個 shot 係喺最後拍，我之前已經喺個騎樓邊度講咗好耐，拍個幾鐘，其實嗰個幾鐘要不停震㗎啦，咁到嗰一刻要求我做嗰下，導演一個啦。跟住阿蕭都話唔係佢唔肯啊！你睇佢震到咁樣，佢做唔到噶啦，算啦，導演咁。其實我企喺天台嗰邊嗰時，我都係有流眼淚啊！即係驚到，即係好委屈啦自己覺得冇人委屈我，但係我覺得因為我又想做到啊嘛！即係你作為一個演員同埋套劇，即係監製俾個咁好嘅角色我嚇，黃偉星監製係即係都幾感恩，佢都幾
用我，之後大步走呢套戲都係佢用我。咁即係其實我哋作為演員都做到，即係盡量想做嘅，唔會有人第一下就會話唔做啊。咁所以其實自己委屈自己咯喺嗰度嚇，攬住阿仔啊，都係攬住阿仔啦。即係好彩我哋知道爸爸係為咗你好辛苦，即係大家都唯有喺呢段日子繼續一齊頂過去啦。我哋香港人即係好頂得嘅，其實即係好頂得嘅嚇。